这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议长康博苏南丹培出席森尼科学启蒙项目成立25周年庆典；司政边巴次仁会晤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安全部长加日卓玛会晤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在新德里会晤各国驻印度大使。荷兰议会通过重要决议，支持西藏人权。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几会晤多国领导人。驻伦敦办事处为藏人大学生举办培训活动。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新晋议员桑丹曲真宣誓就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由西藏图书与文献档案馆推出的森尼科学启蒙项目成立25周年庆典于本周二4月1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行。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特邀演讲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南丹培，以及森尼科学启蒙项目主席鲍比塞格等嘉宾出席了庆典。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在庆典上致辞时，对西藏图书与文献档案馆向西藏森尼传授科学知识的举措表示赞赏。他进一步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造福人类的远见卓识，强调尊者在藏传佛教修行与现代科学之间架起一座具有非凡意义的桥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4月16号开始，对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府西姆拉、卡姆劳和萨顿的藏人定居点展开为期2个多星期的访问。本周四上午，司政边巴次仁率领代表团在西姆拉拜会了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苏克文德辛格苏库。期间，司政邀请首席部长参加即将举行的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庆典，并讨论了双方关心的议题。司政还单独会见了该邦首席秘书长普拉德博萨克塞纳。当天下午，司政还会晤了该邦税务部长加加特辛格内吉，双方就土地转让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包括该项目顾问前北阿凯德邦首席秘书苏巴什库马尔、达赖喇嘛基金会秘书江排伦珠以及内政部秘书长等相关官员出席了会议。同一天，司政还视察了西姆拉的藏人定居点和郎杰寺养老院，并拜访了桑叶曲林寺和达登平措曲林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于本周早些时候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基伦里几珠。在会晤期间，加日卓玛部长向基伦里几珠通报了流亡藏人社区和藏人行政中央的相关情况，并寻求印度政府的支持和指导。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本周二4月15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为期3天的外联活动。在此次外联活动中，诺增卓玛部长相续会见了7名大使、公使或代办、5位副使以及来自3大洲8个驻印度使馆的高级外交官。期间，部长向他们介绍了即将举行的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的系列庆祝活动，并强调了西藏自由运动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的持续韧性与希望。与此同时，荷兰王国众议院于本周二4月15号通过了一项包含3项动议的有关西藏人权问题的重要决议。这项议案凸显了荷兰议会多年来在解决西藏人权问题上的重大支持。该决议强调，鉴于中国在西藏普遍实施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藏人普遍遭受歧视、骚扰、刑事定罪，以及在监禁期间遭受酷刑折磨，因此呼吁荷兰内阁推动设立欧盟西藏特别代表，并制定一项欧盟与西藏的联合战略，
参考美国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模式，并在计划中的欧中峰会召开前向议会通报相关进展。此外，决议还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并建议内阁在双边及多边论坛中表达此立场。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对荷兰议会通过的决议表示欢迎，并感谢荷兰议会坚持其支持西藏的立场。此外，在过去的2周内，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吉与多国官员会晤，呼吁关注西藏境内严重恶化的人权状况，并强化与藏人行政中央的合作关系。上周五4月11号，代表赤列去吉在欧洲阿尔卑斯研究中心的古瑟克洛尼奥博士及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的陪同下，拜会了意大利博尔扎诺自治省主席阿尔诺·卡尔帕切。在意大利访问期间，代表还出席了由意大利寂静陵中心、意大利西藏协会、该国藏人社区和意大利佛教联盟联合举办的一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相关的研讨会。上周一4月7号，代表赤列去吉前往德国展开了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会见了德国联邦外交部官员以及联邦宗教自由事务专员办公室主任安克·奥伯曼。他还进一步拜访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德国分部、德国西藏倡议组织等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德国藏人协会，共同协商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的庆祝事宜。4月4号，代表会见了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使团临时代办、美国高级外交官特蕾莎·瑞芬内提，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联合英国的藏人志愿游说小组，于上周六4月12号在西藏之家为10多名藏人大学生举办了为期1天的培训活动，加强藏人青年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并鼓励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慈悲年，在各自所处的大学中举办与西藏相关的活动。主讲嘉宾伯明翰大学国际关系讲师次仁多杰博士为学生提供了结合大学资源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实用建议。英国藏人志愿游说小组全国协调员塔拉拉姆博士则介绍了相关的行动项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第57条之规定，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微藏选区候补议员桑丹曲真于本周三4月16号正式宣誓就职，接替已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前议员达沃普吉。宣誓就职仪式于当天上午10点在议会议事大厅举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周马次仁以及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了仪式。在仪式开始时，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候补议员桑丹曲真向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敬献哈达。随后，候补议员桑丹曲真在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前进行了宣誓，正式就任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微藏选区的议员。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